到时候你就要学着说，我这个攀爬，有的人很紧张，有的人惧高，有的人干什么？可是呢，最终的目标你还是把它爬上去了哈。那在这边还是安全一定要注意，然后也期许同学们哈，在未来在你的人生上面能够再把它运用下去哈。好，那等一下看大家的身手一下哈。好，谢谢大家哈，祝福大家这个心想事成，学习快乐哈，谢谢谢谢，也要谢谢老师的辛苦了哈。谢谢现场的努力。攀爬者很信任确保者，这个是两者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，两相互信任是一个攀岩非常具备的精神。好，那我们谢谢攀岩者，也谢谢一确，还有谢谢县长二确。那么县长也业一下，再业一下，加油加油！好，慢慢来，慢慢，然后往下蹲，慢慢往下蹲，准备下来就慢慢往下蹲，往后坐就好，蹲下来，往后坐，把手可以放开，对。哦，现在。